咱们回青云吧。小凡哥哥，都折腾这么久了，你和雪琪姐也都受了伤，不如先回于都休息吧。是啊，李寻他们正在找玄火剑，已经没有那个机会在于都作威作福了。正好趁这个机会，我们把于都整顿一下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先回青云。有一些事情，我要向师尊当面问清。小凡，你从满月井回来，整个人都不大对劲，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。好吧，帮我照顾好雪琪。雪琪，等弄好于都的事情，我就回青云门找你。等你回了于都再说吧。是啊，你还是先回于都好好待着吧。小凡，我们走。走了。雪琪，保重！哎，记得想我啊！掌门师兄，雪琪已经找到张小凡了，他们二人正在回青云的路上。张小凡回来，我们便可得知丢失那2卷天书的原委。我相信，对照萧逸才世侄所说的情况，金羽的事情便可搞得一清二楚了。此事还是先搁置一时。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派人前往东海流波山，查清楚魔教的动向。师兄，现在魔教有什么动作？于都一战之后，魔教各派纷纷从各地冒出，近日更有数十个修仙正派被魔教妖人所灭，一时天下大震。前日天音阁更是探出，魔教正有大批人物前往东海流波山聚集，大张旗鼓，据说是要寻找神兽魁牛，以复活兽神，需正派同道前去支援。之前，鬼王宗在万福古窟中已经抓走了黑水玄蛇，如今又去抓魁牛，只是不知复活这兽神还需要什么条件。据目前所知，鬼王宗所需的是天书、神兽，还有玄火剑。魔教800年后重新崛起，如今声势大振，兴许他们的计划正在进行当中。我看，我们是不能再等了。师兄，我会尽快派得力的弟子前往支援。七脉会晤之后，派出精英弟子前往，本为历练，可结果却是万福古窟丢失了天书，而定海庄天书又被鬼王所得。如今又因为玄火剑跟焚香谷失和，后一辈弟子始终是难以胜任的。而林惊羽现在又武功尽废，我们失去了一名主力。据说此次魔教精英尽出，所以我想劳烦你们3位亲自前往一趟。掌门师兄，既然如此，我看不如让张小凡跟陆雪琪在流波山与我们会合，也算是将功折罪了。半路会合，该不会是有人想要和自己的徒弟串供吧？苍松师兄啊，你是不是未免也太多心了？我们师徒向来是实在人，不会什么弯弯绕。若是张小凡真的有什么过错，我这做师傅的绝不包庇。林惊羽出事，曾叔叔不归，陆雪琪上次回来还受了伤，真不知道小凡那边如何。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难怪掌门师兄不再放心让小辈们下山了。嗨，下山也是想让他们历练历练。这人呐，就得吃点苦，受点罪，才能有所长进呢。放心吧，陆师侄不是说过吗？咱们家老七现在这功法呀，那是今非昔比啊！还怎么说来着？
这个意志啊是坚韧不屈。我看陆雪琪这个性子的人都这么夸老七，那他是不会夸口的。就是因为他性格坚韧不屈，所以我才担心他过于倔强，不知变通。否则，怎么会得罪焚香谷的人呢？嗨，多半是因为于都城主之位被咱们青云的曾叔叔得了去，所以这焚香谷的人呢才会迁怒于此。放心吧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咱们即使得罪了他们，大家同为名门正派，不会因为一个弟子的事儿啊撕破脸面打起来。哎，你说的倒是轻松，那要是真打起来该怎么办呢？上回给小凡送信，就是怕他回来会像林惊羽那样，真没想到这麻烦是越来越多。我看你要不把他带回来吧，至少有我们护着他，总不至于让他受委屈吧？那咱们就把老七带回来，以后啊，咱们就盯紧了他。即使老七惹了什么天大的祸，有你我呀，咱们给顶着。来，师傅啊，师傅，师娘，师傅，带我们一块去流波山吧。是啊，掌门已经派萧逸才调派了一些弟子去了，你们呢就不必去了。师傅，这次去的大多是通天峰和龙首峰弟子，就连水月师叔那儿都带了几个人过去，就我们这儿连一个名额都没有，他们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啊，师傅，再不济咱们也能帮您略阵，摇喊助威啊！老六，你看看你那个样子，你还摇喊助威呀？哎呀，连齐浩跟萧逸才都没去，你们就别去添乱了。师傅，他们两个是帮着掌门打理门中事务，无暇顾及，我们没事啊。大师兄整日带着我们苦修磨练，连个历练的机会都没有。师傅，空口白话，纸上谈兵，这可不是您教我们的。师傅，我知道很多正派人士不远千里赶去流波山，还不是为了消灭妖人，天下太平。这义字当前，我们大珠峰怎能落于人后，袖手旁观呢？大人，你素来稳重内向，这次却如此的心急火燎，是不是文敏师侄也要去啊？师娘，师娘英明。师傅，您不用都带大竹峰的去，就带我们仨就行。您想啊，这一路上有苍松师伯，还有水月师叔，他们冷冰冰、刻板板的，该多闷啊！乱讲，这话可不能让他们听见，否则要给你们师父惹麻烦的。哦，哎，不会的，师娘，师娘放心，我们不会惹麻烦的。师傅，就带我们去吧。是啊，就带我们去吧。这一路上，我们还给师傅解决麻烦呢。师傅，您说是不是啊？行了，你们别东一句西一句了啊！这嗡嗡的呀，我脑袋都大了。带你们去。谢谢师傅。哎呀，没事，放心吧，夫人。好好给师傅安。即使带他们几个去，师兄啊也不会说什么的。再说，他们这么一嗡嗡，兴许能把苍松那脑袋给嗡嗡大喽。到时候啊，他们就忘了盯着老七了。师父师娘请放心，徒儿一定谨遵师父教诲。我们一定把苍松师伯嗡嗡的头大如斗，见了咱家小凡避之不及。使劲儿的嗡嗡。是。哎，怎么了，师傅？灵儿呢？又上齐浩那儿去了吧？流波山入海7000里，乃世间极东之处，偏僻之极。听掌门师尊讲，魔教聚集在那里，必是居心叵测，凶险万分。正是因为危险，我才要去啊。师兄，七脉比试没有胜出，下山历练也没有我的份儿。我也是青云子弟呀，成日待在山上又有什么意思啊？灵儿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等有机会，我带你一起下山。再等等。我不想再等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的很担心小凡。从他第一天来到我们大竹峰，可怜兮兮地站在我们面前，
我就想，从此以后，他就是我的小师弟，我要保护他，不让他被人欺负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一起长大，就好像家人一样。看似我在护着他，其实很多时候，都是他在维护我，替我挨骂受罚。还记得上一次，我偷偷把第3层功法传给他，害他被我爹打成重伤，他也没有说出是我所为，也没有怪过我，还替我向爹求情，成全我们。他向你爹求情？小凡真的是个很好的人，他这样的性格，闷不吭声的，很多委屈都自己受，肯定吃了不少苦。我娘说小凡的情况堪忧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去帮他。好吧，我替你向萧师兄求情，准你前往流波山。真的？师兄你同意了？只可惜，师尊有令，我不能陪你一起下山。等你带张师弟回来，我再多谢他的促和之情吧。我会快去快回的。我已经向师尊提过，等此间事了，我便向你爹求亲。灵儿，我等你回来。鬼王智计无双，恐怕还有不知。你此去啊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好。师伯，师兄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你都听到了？师伯，请准我前往流波山。师伯，就让我和田师叔一起去吧。一来我担心小凡，二来我一直觉得兽人必有内情。就让我和小凡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吧。景宇，你现在易经习髓，功法还需要重新修炼，而且身受魔血不白之时，现在就要离开青云的话，对你只有百害而无一利。可是，你的田师叔一定会照顾好张小凡，不会让他像你一样身受不白之躯，而且修炼功法。最重要的就是心无旁骛，不受外物所干扰。景宇，安心修炼，静待时机。是，师伯。一路看你闷闷不乐的样子，可有心事？你跟碧瑶斩断前缘，想必有你的缘由，我也不想多问。只是前些日子，你说你不想回师门，而如今却改变了想法，为什么？师姐，如果我死了，会有人为我难过吗？当然会。金宇、叔叔、小环，我，还有碧瑶。你知道他
他对你的情谊。如果迟早要分开，不如早点断了念想，以免彼此牵挂。我这一次之所以要回师门，是因为我有太多的东西想不通，过去的、未来的，就像是一团迷雾。也许这就是我反反复复纠结的命运吧。其实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你就像一个漩涡，只要与你相识的人，都会陷入其中。你说的对。如果碧瑶可以远远的离开我，或许她就可以在鬼王宗生活的无忧无虑。靖宇呢？他回师门怎么样了？师姐，靖宇不会出事了吧？靖宇变成兽人，被废武功，险些逐出师门。靖宇怎么可能是兽人呢？他一定是被人陷害的。我知道，他肯定是被陷害的。你不用担心，他现在没有性命之忧。田师伯已将他送入祖师祠堂万师伯那里，为他洗髓易经，重修功法了。倒是你，尽快查出真相，为他还一个清白。我跟靖宇在定海庄分开的时候，他并无异常。难道这个兽人已经潜入了青云？难怪师娘不让我回山了，也是怕我被别人陷害。你是说，师门有内奸？在七脉会武之后，我跟靖宇被兽人所袭击。再去定海山庄的时候，他又出现了。靖宇也在场，一定是他发现了什么破绽。所以，那兽人想借掌门之手，杀靖宇灭口。魔教齐聚流波山，我与苍松、田不易已率领弟子前往，尔等即刻前往会合。小帆，你看到？对。你难过的时候，我比你还难受。原来当年在洞里的是你。终于找到你了，劝你别做无谓的抵抗，识趣的，乖乖把玄火剑交出来，我便不计前嫌，饶你一条性命。哼，就凭你和这群废物。不过正好，小池镇的事我还没有跟你们算账呢，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李公子，河阳一别，别来无恙。秦无言，你敢朝我们下毒？有何不敢？怎么，你是要带着你的师弟们回焚香谷，还是留下来叙叙旧啊？这笔账咱们改日再算。走。
一群胆小鼠辈。你跟着我多久了？说呀！从小池镇出来，便一直跟随在侧。为什么不杀了李寻？我被张小凡所伤，哪怕是下毒，也恐怕以一敌多，并无胜算，反而会连累了你。你借我失忆之后，逼我杀了张小凡，就不怕我记起之后会杀了你？想过。打从我记事起就在赌，赌生死，赌运气，赌命。你跟张小凡，明知道正魔之间有道不可逾越的屏障，注定分离。这，就是你们的命。我们的事与你何干？人都是自私惜命的。可你忘了过往，却还是会奋不顾身的去救他，而他宁可被你误会挫伤，却也不想伤害你半分。我很想知道，你们之间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？我的命不靠赌，是靠自己争取。秦无言。看在青龙大哥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杀你，但你最好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招。不敢，以后我还要多仰仗你爹，还有鬼王宗呢。我已经拿到玄火剑了。我知道了，既然已经拿到了，那这就启程吧。你爹传来讯息，让我们前往流波山。外公，让您久等了。小环已经平安的回来了。只可惜我始终未能拿回玄火剑来救您。哎呀，李寻骗你的啦！打起精神来，把余都打理好，让城里的百姓都安居乐业，这才是魏爷爷想看到的。我知道，我不会再执着什么复生之术了。我会好好治理余都。然后等雪琪和小凡他们回来，努力啊，少城主。小环大人，经历了小池镇这件事，你好像长大了不少嘛。以前跟着爷爷四处流浪，心里也从没有把哪儿当作是自己的家乡。可是这一次，看到魏爷爷为了余都的安危，化身石像，看到六尾和三尾姐姐还有石头，为了小池镇的族人们，不惜拼上性命。我才知道，原来保护自己的家乡那么重要。以后你也要像他们一样，好好的守卫余都。余都也是你的家乡，我们一起好好守护它。嗯，我们不会让外公失望的。张小凡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能来，我就不能来。少废话！昨日的妖女也在这儿，依我看，你们是串通好了的吧？陆师妹，你偏袒你的师弟，竟然连黑白都不分了。是黑是白，我分得很清楚。魏碧瑶毫无关系，根本不知道他来过这里。哼，昨日他来，今日你来，世间哪有这么巧的事？你与那魔教妖女设计圈套，还想蒙我？张小凡，你在黑洞阻止我降魔的法术，你可知该当何罪？上官前辈，我青云的几位师长正在赶来的路上，有任何疑问，请您向他们讨教。放肆！小小徒儿，竟然口出狂言！今天就要替青云门教训你们两个目无长辈的狂徒！
姐姐回来了，姐妹们都很想你的。我也很想你们。来，这位呢是留守在逍遥剑总坛的姐妹阿成。逍遥剑如今也回不去了，所以我就把她带来了这里。以后就让她留在绣房吧。自家姐妹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的。多谢丁玲姐，多谢门主。以前的种种呢，俱是前尘往事。以后在这儿就别再提什么门主还有合欢派了，你就跟着丁玲，做回一个普通平凡的女子吧。好。姐姐，如今的于都城主已经是曾叔叔了，他不会为难我们的。姐姐不考虑留下吗？以如今的正魔之势，我留下来只会给你们还有城主添麻烦。不过不必为我担心，我自有去处。丁玲姐，胃泰灵药冲好了，趁热喝吧，暖暖胃。灵儿，你怎么了？这些日子单子很多，丁玲姐特别辛苦，忙得都顾不上吃饭。好嘞，您慢走。我来了。哟，丁老板，您可有日子没来了。今儿您是存还是取啊？我来取银两的。得嘞。这位是我们绣房新来的阿成，是我自家特别信得过的姐妹。以后这取银两的事情啊，就由她来办了。银钱的事情我还不是很熟悉，以后就劳烦您多关照了。哎呦，阿成姑娘一看就是聪慧的人，5、8钱柜，百文起存，童叟无欺。您要是有多余的银钱呢，大可以存在我这儿，保证安全。这么卖力的工作，下次我碰到你们老板，一定给你加工钱。得嘞，谢谢您了。您说的话我可当真了。刚回来还没有喘口气，就要赶往流波山啊！没办法，那师门叫我过去啊。这魔教也不消停点儿，都是人命啊，杀来杀去的，除了加深仇怨，还能干嘛？叔叔，仇恨是永无止境的。你若放不下，就会把人这一生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就搁在复仇上，循环往复，无休无止。周老爷子，不是我放不下，是这魔教放不下，正道也放不下。此次流波山肯定又是一场血战。你之前在小池镇受的内伤还没有好全呢，能不能不要去了？那怎么能行呢？小凡和雪琪都去了，我怎么能置身事外呢？哎，你错了。你想过没有？你不光是青云弟子，你还是于都城主。上次你离开，搞得城内事务堆积，人心惶惶。你此次再走，万一出了事，你不光要为师门负责，还得为数十万平民百姓想想啊！不是，再加上，你现在啊，伤势未愈，你赶过去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你就别再逞能了。自上次青云大战，这魔教已逾100年，蛰伏了这么久，突然聚集在流波山，没那么简单。我劝你啊，静观其变，到时候再说。啊？你干什么？周老爷子，你好像对魔教很了解，你跟我说说呗。那当然，你忘了我是谁呀？周一仙啊！我才高9斗，学富6车，天下事哪有我不知道的呀？但是我现在很忙，不便多讲。你再好好劝劝他啊，好好养伤，记住了，哪儿都不许去啊！劝。周爷爷说话怎么说一半藏一半啊？算了，不管了，我先去河渠了，其他事情交给你了。家里管家在同城找到愿意来家里打扫做饭的帮佣，一会儿我带他去集市上买点家用。过来。哎。
你都会些什么呀？少城主，我会买菜做饭、打扫洗衣服，总之照顾人的家务活我全都会做的。还挺厉害。行，那你听小环的安排就行了。是。上次找周老爷子借钱购置兵器的钱还没还呢，这次你的钱从哪儿来的？我之前走江湖的时候收藏了一些小玩意儿，现在也不出去了，我就放到郑郑那里售卖。哎，这样卖了不少钱呢。放心吧，够咱们用一阵子了。小环，哎，不要跟我客气啊，不然就生分了。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和爷爷当自己的家人啊？家人，当然，爱死你们了。青龙大哥，碧瑶，你快进去和你爹打个招呼吧，他可一直挂念着你呢。大哥，别来无恙吧？我很好，就是很挂念你和碧瑶。之前于都城中为敌，现在是化干戈为玉帛了，差点就为玉帛了。只可惜，他想起了过去，还差点杀了我。你是万毒门的人，而且又是奉宗主之命行事，碧瑶她知道分寸，最多也就是打你一顿泄愤吧。哼，大哥倒是了解他。我看着碧瑶长大的，情同兄妹，而你是我最关心的小兄弟。若是你能留在鬼王宗，也好过在那个万毒门，整天勾心斗角，备受折磨。一朝入万毒门，哪里还脱得了身啊？况且，正因为我是毒公子，鬼王才会利用我。若我什么都不是，他还能高看我一眼，同意碧瑶与我一起去找玄火剑。定是早早就把你给派过去了。无言，有的时候太过聪明通透，反而不好。我当然知道这个道理，只是这段时间跟碧瑶相处久了，像是被她给传染了，不想总戴着一张面具，偶尔也想过得随性些。你对碧瑶，别担心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也不会像她跟张小凡那样。作茧自缚，明知不可为，还自讨苦吃。没想到张小凡和碧瑶的缘分，竟然连封存记忆都斩断不了。也许，这就是天意吧。天意之事，谁说得准呢？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好久没跟大哥一起喝酒了，怎么样？鬼王宗可有好酒？早就备好3日醉，就等你来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走吧。爹，想不到你竟然会抽取禁锢我的记忆。你与张小凡注定无缘，不如早些断绝，忘记的好。那你能忘记娘吗？你能忘记和娘相关的一切记忆吗？若能让你娘如今还幸福的活着，一切的代价我都愿意承受，哪怕是跟她分离，或者是被迫要她忘记。小凡不告诉我满月镜所见，难道是因为他看到自己时日无多？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没能在你娘在世的时候好好的与她相守，还让她为我受了不少的苦楚。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，秉性又最像你娘。爹是不想让你重蹈覆辙，为情所困，甚至丢了性命。爹，你知道吗？在那个黑洞里，娘曾经说过，她不后悔。小时候我不懂，
现在我明白了，如果我是娘，能与所爱之人相守，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年，那也是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若是相爱，即便是一天、一刻，哪怕只是一瞬，那也是一世，也会成为永恒。如果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，从未尝过何为情爱，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一瞬，一生。小池镇一行，碧瑶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吧？这倒没有，幸亏碧瑶的帮忙，我才拿到了玄火剑。那玄火剑呢？在碧瑶手里。怎么，宗主方才没问他要吗？反正已经到了鬼王宗手上，他不急着要了，先放在他那儿吧。我是担心碧瑶恢复记忆以后，若再遇上张小凡，怕是又会被他所蒙骗，把玄火剑交给他。张小凡要想得到玄火剑，还有其他很多机会，不一定非要从碧瑶手上拿。再说，即便是把玄火剑给他了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宗主此言是何意？既然无法禁锢碧瑶对这小子的情谊，倒不如把他招到鬼王宗来，成全他跟碧瑶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你爹也是怕你伤心难过，才出此下策。我知道他是为我好，可是他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险些杀了张小凡，杀了我最心爱的人，这样也算是为我好？我们总舵行事，向来只求结果，若能一了百了，倒是件好事。我都难过死了，你还在这里开我玩笑？你也知道青龙大哥向来不会哄人，其实你能想起来，我也是非常意外的。那顾梦萍可是我们总舵的法宝啊，你能冲破法宝，找回自己的记忆，你和张小凡的牵绊究竟有多深呢？哎，你回来了，那张小凡呢？提起他我就生气，本来说的好好的，可是不知道在满月井里他看到了什么，整个人都变了，对我视若无睹。满月井是什么？是小池镇外的一口灵泉之井。据说满月时分，从井口望下去，就能看到自己最心爱的人，或者事物，或是得偿所愿。可是不知道张小凡那天从井口望到了什么，他突然流露出那种恐惧的眼神。他是连死都不怕的人，那种眼神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。好像他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，或许会有性命危险。不过是一口井而已，能看到什么呀？你想多了。你不了解他，他这个人又蠢又笨，凡事都要为身边的人考虑，怕拖累到朋友、兄弟，还有我。他一直不告诉我满月井里到底看到了什么，一定有蹊跷。或许他和我爹想的一样，怕我以后会伤心难过，所以才会逼我离开他。连死都不怕的人，会畏惧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，总觉得不对劲儿。你呀，就别胡思乱想了。这样吧，等他来了，我帮你想办法查个清楚。青龙大哥，你真的愿意帮我啊？看你牵肠挂肚、忐忑不安的样子，那小子可以视若无睹，我这大哥啊可是做不到。
不愿意也得愿意了。青龙大哥，还是你疼我。鬼王宗就在那儿，想必再过几日，正道各派齐聚以后，将会有一场血战。你可想好了？当然，不管怎么样，正派之间也不能互相残杀。师傅他们要来了，我们先回去等候吧。师姐先回去吧，我担心路上再遇到焚香谷的人，又会引起纷争。等天黑了，我自然会回去。既然问心无愧，何不正大光明去面对？这一路虽然说是问心无愧，但确实给师门添了不少麻烦。能少一事，就少一事吧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，记得早点回来。碧瑶，你过得好不好？那天在小池镇，我那样对你，你肯定是气坏了。可是，唯有让你回到你爹的身边，才能够减少对你的伤害。希望你在鬼王宗过得好一些。就算是真魔开战，我们也不要遇上。你也好奇他为什么会亮啊？因为这个嗜血珠跟碧瑶的合欢灵是有感应的。你知道碧瑶的下落？这个我曾经在焚香谷书阁中的灵兽谱上看到过。此黄鸟生性属火，木生火，所以它喜欢神木之精。果然，一诱就诱来了。师妹果然聪明，只是不知道张小凡会不会来找这只鸟。上官师叔的法阵不会出错吧？碧瑶，碧瑶！
醒了。枉你们自诩名门正派，魔教之间交手，尚且光明磊落。堂堂焚香谷前辈，竟然不择手段，劫持我一青云弟子。你若知道自己是青云弟子，就不会助那狐妖盗窃玄火剑，更不会跟魔教妖女同流合污，藏匿宝物不还。你的所作所为，跟魔教妖人有什么区别？那是因为你们焚香谷弟子拿着镇派之宝横行霸道，丢失了炫火剑，却要迁怒于人。狐妖也是生灵，修行之人本应顾念天下苍生，妖怪人族，只要不作恶，都应该一视同仁，何必赶尽杀绝？一派胡言！这些歪理都是你青云门师傅教的吗？难道魔教盗窃了诛仙剑，你也会用这种理由来搪塞？我门中的诛仙剑不会丢，也不会让门下弟子拿着诛仙剑狐假虎威，仗势欺人。你若是让那妖女归还玄火剑，我可以放你一马，不计较青云教徒无方之苦，也会在你师父面前替你隐瞒此事。休想！师叔，张小凡吃软不吃硬，想必不能屈服。你有办法吗？据我所知，那魔教妖女对他一往情深，不如拿他做人质，让那魔教妖女拿玄火剑来换。少主留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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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野狗！少主，前面就是正派的地盘，鬼王有令，让咱们不要轻举妄动啊。那你怎么会来啊？我是接到鬼王令的传信，我就赶过来了。少主，是不是都想起来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刚才碰见秦无言了，我问他少主在哪儿，他黑着个脸，差点要揍我。他还说，有机会一定要杀掉张小凡这个祸害。我就大概猜出来了。你以后不用再怕他了，你是我的人，他不敢对你怎么样。走，去那儿看看去。哎，别，千万不可呀！你要去那边，那鬼王肯定会要了我的命的。亏我把你当成我的跟班，你不是说愿意效忠我，为我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吗？怎么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到？你不去啊？我自己去。哎，别，少主，不可呀，少主，不可呀，那边太危险了。好狗不挡道，让开。哎，别。回去也是被鬼王骂死。那我就誓死保护少主周全就是了。陆师妹，阿相，你也来了？对啊，我们天音阁也派了不少弟子过来，刚刚到。小凡呢？你没跟他在一起吗？小凡一夜未归，我担心他出事，正要出去寻他。一夜未归，这不像是小凡所为，会不会遇到魔教的人了？艳红师妹，干什么？请问燕师妹可否见到张小凡？奇怪，你师弟不见了，你跑来问我做什么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师弟素来与魔教妖人有来往，兴许他是跑到魔教妖人那边喝茶去了。你们焚香谷弟子都像你这般做贼心虚、信口雌黄吗？你说什么？若不是心虚，方才为何刻意躲闪？
我那是与你话不投机，自然避之不及。我只是在问你可否见到张小凡，而你却说小凡不见了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我只是猜测罢了。好，那我也可以猜测。小池镇之事，你们对张小凡怀恨在心，所以这次张小凡失踪，多半与你们脱不了干系。陆雪琪，你少在那污蔑我们！你那师弟多半是见色忘义，投奔的妖女去了吧？有本事你就去魔教找他们呀！哎，好了好了，都是正派同道，不要生了和气啊！谁跟他是正派同道？真不知道你们青云门是怎么教弟子的，一个两个的，不是勾结魔教，就是和妖怪为伍。陆雪琪，你敢动我？陆师妹息怒，师兄救我！我师妹言语都有冒犯，我替她赔罪。李师兄，昨夜小凡忽然失踪，你可知情啊？张小凡失踪了吗？在这胡岐山当中，到处都是魔教之人，要是碰到魔教高手，那可就麻烦了。陆师妹，我们之前虽有嫌隙，但也不至于在这危险的地方大打出手。不如这样，我帮你们找。不必了，他也许去查探魔教动向，未必会有危险。我跟阿相四处找找便是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带我师妹离开。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事情，再通知我。走。你觉得他们说的话可信吗？当然不信，态度转这么快，必有蹊跷。我们先不要打草惊蛇。对啊，现在魔教对我们虎视眈眈，我们正教之间不宜起争执，先分头去找吧。对了，有一只小黄鸟一直跟着小凡，如果能看见小黄鸟，那小凡就能找到了。少主，等到了正派那边，我先扮成天音阁的弟子，到焚香谷那边捣乱，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就你这脑袋，还想使用反间计？打扮成天音阁的弟子，你的样子啊，一露面就被人识破了。赶紧给我找人去。找人？找谁啊？张小凡啊。哦，原来少主是来私会情郎的。你再敢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撕你的嘴！小凡呢？你问我，我还想问你呢。他去哪儿了？他没跟你在一起吗？肯定没跟我在一起啊。没在你们那边吗？陆师姐说他一夜未归，正到处找他呢。啊？不对啊，他如果在我们那边的话，我不会没有消息。小凡没跟你在一起，也没跟陆师姐在一起，难道是焚香谷？焚香谷对玄火剑志在必得，说不定小凡已经被他们关起来了。这次焚香谷来了很多高手，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，不能强行去要人啊。就知道你们这帮正派弟子个顶个的自私虚伪。别啰嗦了，阿香，你现在去焚香谷那边暗中找一找。野狗，赶快回去找帮手，就说我被正派抓起来了。啊，少主，骗鬼王不好吧？你别废话了，照我说的做。焚香谷那边的人不好对付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担心小凡会有危险。快去啊！哦，好，你注意安全啊。师叔，我感觉陆雪琪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。到时候，如果青云门的人来了，那就不好办了。我觉得应该尽快要挟鬼王宗，让他们拿玄火剑换人。哼，愚蠢至极！鬼王怎么会拿玄火剑去救一个青云弟子？你们别痴心妄想了。他若不换，就用你的命祭玄火剑，把他压下去。向鬼王宗发令。是。我们抓住了你的重要人物，要是想救他性命，那就乖乖奉上玄火剑，否则别怪我下手不留情面。不好了，宗主，不好了！
少主跑到正派那边去打探消息，被焚香谷的人抓住了。什么？我倒数10声，要是你们再不出来交换，那我就动手杀了他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，放了他！碧瑶，你们要的东西在我手里。小凡，离神！爹，救他！好像青云门的人要来了。带他走。看来方才有一场恶斗，而且还都是高手。师妹啊，看来我们是来晚了，否则就可以跟魔教好好的打一场了。哼哼，离上次正魔大战已逾100年，时间过去这么久了，想不到师弟还是如此的冲动。哼，师兄啊，我们来此就是为了跟魔教一战，难不成我们还要好商好量的合起一团不成啊？两位师兄，焚香谷和天音阁已经到了，若让小辈们看到你们如此争执，丢的可是我们青云的脸面。师傅，雪琪，见过师傅，二位师伯，起来吧。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差？方才是你与魔教妖人在此交手吗？徒儿也是听闻这里有动静，才过来查看的。哎，师侄，你没跟小凡在一起吗？难道这小子下山久了，怕了我这师傅不成？啊？师伯，小凡不见了。
大战在即，杀伐果断的鬼王竟然自损修为，出手救一个青羽弟子。张小凡之事，宗主自然有分寸，你就别管了。不就是想招揽他到鬼王宗吗？只可惜，张小凡是不会背叛青云门的。宗主这是白费功夫，要么养虎为患，要么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宗主毕竟是救了他，他不可能这时候翻脸吧？这小子油盐不进的，还真是难说。他体内的天书算是救了他一命，否则挨了上官侧一记寒冰掌的重击，就算是有玄火剑替他驱除寒毒，恐怕也回天无力呀。玄火剑还是落在了你的手里。没有趁机取出你体内的天书，还以为你会说个谢字。鬼王要我如何相信？若是旧事重提，不如干脆一点，杀了我。爹，小凡的伤刚好，你先让他休息一会儿，你先去忙别的事吧。表，看在他舍命救你的份上，我可以替他疗伤，留他性命。但是两方交战，不得不放。来人，宗主，把他暂时收押起来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放他离开。爹。我们尚未去找青云门理论，三位倒有脸先来找我们了。我们也是刚到流波山，听闻上官兄与魔教交过手，所以特来拜访。你说这话何意？恕晚辈无礼，这要问你们青云门了。培养出勾结魔教的弟子，是何用意？哼，知道自己无礼，还要信口开河。谁勾结魔教，话得说清楚。如果没有真凭实据，那就是在诋毁我青云的清誉。等你师父出来，我可少不了要跟他理论一番。有无诋毁，你们可以先去魔教找到张小凡再说。既然没有找到张小凡，为何言之凿凿，诬陷他人在魔教？陆雪琪，从于都到小池镇，你一路包庇你那好师弟，说我诬陷。今天你师父师叔可在这里，你敢说你没有见到过魔教妖女与那张小凡关系匪浅吗？究竟怎么回事？陆师妹，你来看看，这可是跟着小凡的那只小黄鸟。正是，从哪里找到的？后面的一所陋室内，被困在法阵里。姓邝的，你一个天一阁弟子闯入我焚香谷地盘，想做什么？嫣红，你们在于都以强凌弱，被小凡教训，便想徇私报复。我们同是正教弟子，你这样挟私报复，囚禁同道，合适吗？要不是张小凡从中捣乱，玄火剑何至于落入鬼王宗之手？如今我们拿他当人质，让妖女交出玄火剑，有何不可？你说什么？我李旭师兄因他受伤，性命堪忧，他这是咎由自取。艳红，劫持同道为人质，跟魔教做交易，换一个根本得不到的法宝，简直卑鄙无耻！若非张小凡勾结魔教，何至于此？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不得无礼，都给我退下！诸位，咱们数十载未见，久违了，久违了，久违了。玄火剑乃焚香谷至宝，弟子情急之下，难免言语冲撞，还望各位不要放在心上。这个是自然。你我三派今日齐聚一堂，千载难逢。为了大局，我们应该共同对抗魔教，切莫在此时
产生内讧，以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啊。苍松师兄所言甚是啊。上官先生，我看咱们还是先设法为李寻失职疗伤，其他的事嘛，咱们从长再议。那就有劳各位了，请，请。小凡跟碧瑶在一起，应该没有性命之忧了吧？正是因为跟碧瑶在一起，才更难脱跟魔教勾结之嫌。倘若魔教从中离间，别说焚香谷，就算是师门，也不会轻易饶过他的。这李师侄所中的乃是万毒门的障目之毒，而且现在毒已入气血，性命垂危呀！都是那张小凡，以寻儿的身手，怎会被那秦无言所伤？听闻这毒公子乃是魔教中新一派的高手，令师侄不敌受伤，这跟张小凡有什么关系啊？张小凡几番私藏玄火剑，后交于鬼王之女。寻儿和艳红情急之下，压着张小凡向魔女讨回玄火剑，不想魔女狡诈，集结了众魔教高手，重伤了寻儿。之后张小凡又与鬼王一起离开。你觉得这事儿跟张小凡没有关系吗？是非曲直，待我等调查清楚之后，一定让张小凡给大家说清楚。若张小凡待在魔教不回来，你找谁说清楚？张小凡他是我的徒弟，断不会背离青云门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现在是大敌当前，上官先生，李师侄的伤势拖延不得，咱们现在得赶快请青云的各位一起帮着运功驱毒啊！驱毒不怕，问题是张小凡。哎，天师弟，我们远来是客，听听人家主人的安排吧。碧瑶说你在于都的义庄蹲点，你跑这儿来干嘛？我是鬼王宗弟子啊，我能不来吗？别说我，先说说你。你这次真的闯了大祸了，我们少主真的特别生气。你还说我，你是他的跟班，你怎么看着他的？你为什么让他跑到正道这边来啊？万一他要是被上官策抓住了怎么办？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有本事你跟他说去。还不是为了见你，才跑到你们那边去的。后来碰见阿相，得知你被抓了，半点犹豫都没有，立马跑过去救你。人呐，这一辈子能碰上一个愿意为自己赴汤蹈火的人，不易呀。你就不能知趣一点，对我们少主好一点，少惹他生气？我也不想惹他生气，可是个球！你要是真心喜欢，哪有那么多可是啊？宗主，我派精锐进出，大动干戈，打草惊蛇，就只为了救你一个人，险些坏了我的计划。你每次出现就大张旗鼓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张小凡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。那天在胡岐山，我问过你一次，如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现在我落入你的手中，你要杀就杀。哎，你堂堂一个魔教的宗主，成天说服一个青云门的弟子弃明投暗，你烦不烦呀？你以为我当真是为了顾全你的性命吗？
数千载以来，正魔水火不容，死伤无数。那所谓的暂时的和解，都只不过是一些场面上的话。你没有经历过当年那场大战的惨烈，更不会知道我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深刻的仇恨。一旦大战将至，你若是死在了我们鬼王宗的人手里，碧瑶一定不能善罢甘休。我有时候看到他，就像看到当年的小痴，他的娘亲。张小凡，不仅仅是为了碧瑶，你心中的信念，人生于天地之间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我只是希望天下苍生，不再有战事。当年草庙村的悲剧，永远不要再发生。正也好，魔也罢，希望各自都能够和平相处。你想拿到玄火剑，为的就是复活兽神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加入我派又何妨呢？倘若有一天你能修炼成在我之上的地位，门派的未来如何，还不都由你说了算吗？人都有放不下的责任，身不由己的理由。这些年，我也已经很累了，可是我有放不下的责任。否则的话，我们鬼王宗一定会被你们正道彻底的追杀剿灭。张小凡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如果你还是这般坚持的话，我只能拿你去献祭，去喂魁牛了。爹，爹，你要对张小凡做什么？如今玄火剑你也拿回来了，人你也抓回来了，他还为了保护我受了伤。爹，你就不能放他走吗？放他走？让他到正派那边去通风报信，告知我们的位置吗？他不会这么做的。即便他不会这么做，第一卷天书还在他体内，这小子的功法又是错综复杂，如今噬血珠还在他身上。这次为了玄火剑得罪了焚香谷，他回去，正道不会容他。你说的这些他何尝不知道？但是他还是不会忤逆他的青云的。爹，你就放他出去吧，这么强留他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好吧，3日之后待我们拿到魁牛，自然会让他离开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绝对不能放走张小凡，免得再生事端。否则他回到正派那边，抵死顽抗，跟你爹来个同归于尽，你说爹是杀他还是不杀他呢？我听爹的安排就是。爹，你不能再动他了。怎么，连爹的话你也不信了吗？我也希望我能相信爹。出来吧。无言本有一事想与宗主商议，没想到碧瑶会过来。无意中窥听到你们父女的谈话，还望宗主见谅。无妨。找我何事？我与张小凡几番交手，此人性情固执，难以相负。不过，我有一个一箭双雕之计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哦。尚不知魔教会有什么阴谋，我们应该商议出一个对策，以免他们
趁机攻入。先前我天音弟子探回消息，说鬼王正在寻找魁牛。据神魔异志记载，魁牛乃上古神兽，状如青牛，三足五角，吼声如雷。他久居深海，3000年才得以出世。一旦出世，是风云起，雷电作，人们称之为雷神坐骑。如今这魔教是煞费苦心，大举而出，说不定他们是在准备一个叫四灵血阵的邪法。四灵血阵？莫不是要复活这兽妖？不管鬼王拿他要做什么，其目的肯定是不简单。也不知这魁牛何时何地能够现身。不管那么多了，既然鬼王宗在此寻找，我们倒不如守株待兔，等候时机。还等什么等啊？寻赶尽杀绝，欲借玄火剑屠害无辜狐妖，小凡迫不得已才出手相助。混乱中，玄火剑被碧瑶抢走，与小凡并无关系。糊涂！为师一直知道那是你的心结，难以释怀，所以为师才严加督促你勤修功法，希望有朝一日你能除去心中的恐。这次也多亏了张师弟，助弟子解开了心魔，弟子却不如他。这魔不两立，黑白须分明。张小凡的言行已经违背了正派中人的原则，你不可以再相信于他了。师父，不要再说了。张小凡之事，我与你师伯自有计较。你回去好好休息吧。是。爹，你回来了。小凡的情况如何？他被魔教抓走了，现在暂时
还顾不上救他。什么叫暂时顾不上啊？爹，小凡看似温柔，实际上很倔强，我担心他会被魔教的人折磨。要不，咱们现在连夜去救人？灵儿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啊！现在魔教情况不明，我们就这么冒冒失失的进去救他，不但救不了他，反倒是打草惊蛇，陷他于险情之中。可是什么？灵儿，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传闻了？哎呀，都是焚香谷的弟子到处造谣，说小凡与鬼王之女有勾结，要招他为女婿。哎，亏得大家还是同道。小凡那么老实的人，怎么可能与魔教有勾结？简直欺人太甚了。好了好了啊，不急哈，爹会想办法把老七给救回来。来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小凡，你在于都城中仗义相助，护我姐妹周全，我感激于心。今日我并非来做鬼王的说客，我只是想劝你认真的考虑一下，要不要留下来。鬼王有惜才之年，碧瑶又待你情深意重，在反观正派李寻等人，俱是些虚伪自私、嚣张跋扈之辈，回去有什么意思呢？还不如待在我们这儿，更快意恩仇，逍遥自在一些。是啊。